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风雨中，主你永远保守，阮兄弟姊妹伫爱要到你的面前，通过你的话来得到鼓励，也通过阮的敬拜，当心伫你面前领受到你的祝福。感谢主，愿阮伫你的面前安静阮的心，你的圣神亲自来开发阮的心，互阮明白你话语的奥妙。愿圣神亲自甲阮同在。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姊妹，咱经过几啊礼拜吼，这个丰富的变化，都总是咱兄弟姊妹拢真旨意爱要到你主的面前敬拜主。愿主，互咱一直看见丰富变化无常，咱看知影，咱的人生嘛常常会有咱无法度预料到的挑战，有咱无法度理解的这个颠簸。较主动，是咱知，咱活伫这个世界，有真多事，毋是伫咱的手中所掌握袂到的。也因为安尼，咱搁较谦卑，要交托上帝。咱看谦卑，将家己的主权交互主，互上帝的大能亲自来带领阮，来引导阮，来保护阮。感谢主，咱今仔日三甲要用主的话来三甲学习甲勉励。这个主题是因为咱拄则有读两位经节，这个门徒因安怎为主来传福音的经过，也保罗安怎见证伊只为福音的缘故，欢喜一世人将一生交付主。伫咱的这个咱同工帮忙一下吼，这个袂好势。好。咱头一位是《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的大要是当这五旬节降临了后，这门徒得到圣神的能力，开始传福音。伫耶路撒冷有几啊千人信主。当时遐犹太的公会，也就是遐大祭司所属的这官员吼，心内足大的条件，讲哇，这群人是什么困难来？我大人安尼遐侪人信主，而且惊真正技术，因非常的恐慌。恐慌就是为了要阻止，所以就掠这的门徒来头前审问啦。审问了，有一个当时的法利赛人叫做加玛列，伊就讲这段话。这段话什么话呢？咱遮同工帮忙一下吼，好。伊讲，当关的这项代志，就是这个加玛列讲的。我甲恁讲，这个人唔通插啦，意思讲莫甲插，因为呢，你若愈加插，就这个正人就愈喊话起来。这个人你若甲伊掠去关，这个得到信仰的人是毋是佫愈走出安尼？所以意思讲，两处理就对啦，低调来处理。讲出在因去啦，因所计划若出伫人，一定会失败。表示这个加玛列伊家己有一点心中有一种暗的评估，讲因这群人无迄才调人做这个代志。若无圣神做工因外头较早对耶稣就走了的人呢，耶稣受定的时拢散去只这群人出来，圣神降临伫伊的身上，遐描述的故事毋是人所会做一啦咱个下面，咱请同工下面讲若是出于上帝，就袂当甲因消灭。意思人出在因去啦，无代志。若出于上帝，你嘛当伊袂调就对啦。行了，恁煞甲上帝做对头。因为这犹太人，这时头因拢白白敬畏上帝，只是因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尔。所以呢，议会就接纳伊的意见，意思讲，这个人伊有影响力，伊讲出来的话就帮助这个公会人决定。但是接纳帮接纳啦要放因去无遐简单啦，放因去无人互因好食困，安怎呢？讲因就叫使徒来，安怎用鞭甲因拍，小可处罚一下不拍。
命令因未用得过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来放伊去。因知影讲，因就是高举耶稣的名嘛，伊就是用耶稣的名传福音，带遐尼侪人来信。啊，若阻止因莫用耶稣的名，啊，检查就无影响遐大呢吼。啊，所以使徒安怎？因受逼迫，啊，毋过因离开议会，讲安怎？讲满心欢喜。兄弟姊妹啊，你互拍讲会欢喜，啊，请问这个心情是安怎？互人拍着哀哀惨啊！伊讲是因欢喜哦，因安怎？因感觉伊有迄个资格，奉主的名，互人领受，讲这是荣光啦。所以兄弟姊妹，历代真侪教会，真侪的遮个运动为主服侍，受迫害，是安因会当前仆后继呢？因为感觉讲哦，我身躯的伤痕。我受害受拍，遐个伤痕就是我的荣耀，迄就是我的冠冕呢，这是我的这个勋章呢。啊，所以有信心充满的人，即款的反应。啊，若无吼，伊会哀惨讲上帝啊，我无采我替你做遐多，啊，你甲我拄着即款艰难呢，哇，怨天怨地就对啦。啊，所以40-20节就讲起安怎，因嘛是继续哦，逐日伫圣殿。甲人家厝继续教世人传基督耶稣，感谢主，感谢主，就是因为有圣神感动这群人，因欢喜做见证，受鞭拍、受掠去关、是掠去审问，因嘛无感觉是安怎，是颠倒反感觉是阳光。啊，这是罗马书1章14节到16节，保罗伊对罗马教会一种宣告，伊讲无论什么款的人，开化还是未开化的。有智慧还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兄弟姊妹，欠债，迄是对保罗先生家己心内所讲出来。因为伊知影，伊若无赶紧还，啊，咱若欠人的钱，心内真艰苦。所以伊讲，我迫切仰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互恁罗马的人，迫切搁仰望。啊，那保罗伊的一个态度甲立场啦，吼。我无看福音做见证，虽然受鞭拍、受歧视、受赂骂，但是我无见证，因为这个是福音上帝的大能。因为知影这是有大亏力的，若有接受、有领受、有经历到，你就会甲上帝大权能相夹抓。伊讲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胜犹太人，留来外邦人。这是今仔日整个经济的一个基础背景，而且咱要学习这个事啦吼。拄则我有小可提起，咱搁做全学习。使徒行传是报道甲解释使徒的脚迹甲福音的工作。那搁较明确讲，就是使徒行传就是圣神的记录，圣神的行传。因进前耶稣咧宣告圣神要来的时阵，门徒会友都还无讲真清楚、真明白。但是当伫使徒行传1章开始记载圣神降临所做的事，就是咧记载圣神通过门徒所做的工。所以因的脚迹，传福音的工作，因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遐犹太公会，遐祭司头所领导遐官员，就是要阻止唔通讲耶稣，但是因就是要讲耶稣，因为因是靠圣神的开力。那用人的角度，因是感觉讲赶紧就救起啊啦。所以因咧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阵不断受到压迫，不但是压迫，但是因无屈服，是安怎？因坚持宣扬，这就是使徒行传所见证的。使徒行传去见证这件事，一个人伊有圣神同在，伊所做的工完全无同款。人讲脱胎换骨，完全的这个变化无同款。像你这位圣经安尼讲，使徒行传5章40节，拄则有讲因叫使徒入来，是安怎？用鞭甲因拍，命令因袂用得过用耶稣的名讲道。所以传福音若无讲耶稣。因遮个犹太人就心就快活，无代志啊。但是若讲耶稣，因为因甲耶稣定是假耶稣死过我这个代志吼，当时是天大地大的事。
所以温度见证、见证、搁见证，因为这个大能力是超过人所会当想象的。信的人若得到圣神，最病痛得到医治伫圣经在内底，佮讲真侪温度，惊真侪新约，因为这个开力毋是人所会搞的，这个开力是对上帝所来的。所以咱若看到讲鞭拍，掠做讲都等于那个处罚一个，毋是呢？迄个鞭拍是真严重的哦。希伯来文的圣经鞭拍的意思是讲，摔皮拢落去，迄种鞭拍，皮拢拔起来，就讲安尼。逼拔起来迄种意思啊，因为迄当时的鞭是用牛皮所做的，牛皮的顶面佫有一寡刺，毋知咱会记哩吼，会记哩咱真侪年前有捌看一出足逼真的电影，就是《受难记》有无？耶稣互绑伫个条仔边互摔有无？迄个皮边摔落去的时候，有迄狗倒钩规个皮肉拢逼开啦。血拢钻出来，迄是迄款的鞭拍。所以伫圣经内面因为即款的刑罚有一寡规矩哦申命记25章第1节讲，刑罚的时袂当连续鞭拍超过40个，毋通超过40个，因为40个有可能就袂挡袂牢那袂堪的就拍死啊。所以大部分拍无到10个，迄皮肉拢会逼开流血，这是即款的刑罚。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讲，保罗受拍5下。每摆40减一个，意思讲超过40就违规啊呢。因为迄个法律有一款讲超过，你这迄个过效刑罚就对啦但是这犹原无法当阻止保罗受拍犹原是安尼在传福音安尼。当然，咱看起这个使徒行传，看起保罗安尼讲，咱要分析讲，这传福音是安那有遐尼大的这个气力。因为保罗先生伊遮尔做的原因有遮个理由啦，有遮个理由。伊给你传福音的理由是啥物呢？第一，因为伊讲欠福音的罪。罗马书14节讲，无论什么款人开化还是未开化的，有智慧还是无智慧，我拢欠因的罪。所以表示福音是无分阶层的，无分任何的这个背景的，是身份的，遮个。开化无开化，有智慧无智慧，什么人拢会当得到福音的恩典，这是保罗的一个态度，也是伊家己的一个立场就对。咱知影一个国家若欠债咱知影世界有真侪国家善家拢欠国际基金会钱呢，这货币基金会 IMF 遮，因就爱赶紧去拜托，寻求迄个减轻外债。咱台湾甲中国咧竞争有无常常外交国家拢互人买去，啥要互买去呢？迄个国家都善家拢欠钱嘛，所以就是讲，我摕钱来互你，你莫甲伊，你莫甲台湾建交，我摕钱来甲你帮补助，就是要减轻伊的外债。哇，这国家足头疼，迄若欠债足艰苦的。咱个人欠债嘛是共款，当你无能力通行的时阵哇，咱会失去信用呢你就袂当去银行贷款呢，你信用卡嘛会互锁卡呢，哇！这对伫一个欠债的人当然除非讲迄恶意倒闭无咱感觉欠人的钱，心肝足袂平安，赶紧来，咱想尽办法就是要还啦。你若想到这款还债的心情，你就去想到保罗先生伊这款的心情。保罗看伊家己信耶稣的事实，甲过程，伊讲是欠福音的债，又欠福音的债。保罗捌来压迫基督徒，所以讲伊是罪人中的罪魁啦。但是伊这款罪魁，耶稣竟然疼伊。伫迄个以马忤的路上犹原得到耶稣基督救恩。所以伊感觉讲，伊实在是何等的恩典，这罪人会当得到救。所以伊决心。一生要为主来活，为着福音的罪，伊就奉献了伊的一生。这是咱知影讲，真侪人咱讲觉悟啦、决志啦，还是讲真正完全的付出，人拢是要经过一个真特殊
特殊上帝的应允、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改变。所以有的人安尼三心两意，有的人意志未坚定，有的人感觉讲安尼做啊敢好，但是保罗已经这个因素拢无去啊，因为伊知影讲伊的生命是主所予伊的，伊的一生是已经改变，所以伊愿意将万米看作是粪扫，为着要为着主来活。这是第一项欠福音的罪。第二是呢福音有大关联。罗马书1:16讲，我无看福音做见效，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保罗讲话是甚物呢？伊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救我人类的能力。这个福音是一个灵命得救、永远活的开力。这个开力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救我个人、救我家庭、救我这个社会、国家甲民族。当然，咱有时会去安尼较无弄清楚讲救是甚么意思啦吼。咱知影讲啊，这个门徒嘛咧问耶稣讲啊，到底吼，你要复兴这个国是甚么时阵啦吼？啊，因拢了做讲是要复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因为因是亡国嘛。但是上耶稣甲因讲啊，要兴起这个国是上帝的国，是恩典的国，是永恒生命的国。所以咱的灵属圣神来拯救咱的神，是救我咱这个属灵的生命。啊，所以会改变人的心智，改变人的态度，改变咱的价值观，改变咱人生的看法。那英国有一个出名的这个首相吼，伫19世纪吼，啊是真非常优秀，伊做几啊任的这个首相。这个首相叫做格莱斯顿。啊，迄阵有青年甲伊问啦，讲啊，咱的国家吼要安怎有通治疗人的心迄个伤痛？就是讲人吼有真侪拄着伤害，有拄着真侪艰难，吼要用什么来医治呢？啊，这个格莱斯顿就回答讲，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除了福音，无其他的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救了我，救了家庭，也救这个国家。这是当时英国因为信仰真坚定徛在的时阵，连这个首相也安尼讲，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伊真优秀，做几啊任的首相就对哈。这是格莱斯顿安尼。第三，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讲我传福音并无甚物通夸口的，我是奉命在传，我若无传就知的。保罗先生为着福音的缘故，第三个原因是讲，我若无传吼，我有知的。这句话啊，听起来有点啊安尼矛盾是不是？吼，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伊甲传福音看作比伊的人生的享受、人生的名声地位。伊的所有一切搁较重要，别项代志无做不要紧，这项代志若无做，我都有知的啊。伊个意思。咱现在人会用一句话咧讲，对传福音就是一种神圣的无满足感。咱知影讲，咱人袂使伤贪心，对无吼？咱食物件毋通食伤多，咱各种的娱乐毋通伤过头，啉酒搁袂使啉到过头，酒醉安尼吼。有真侪事，咱爱有一个节制，有一个限制。因咱知影讲，迄个物件吼无一定对咱真好。但是呢，咱的无满足感若是神圣的，就是讲一种属灵的顶面。讲主啊，我需要。我需要更较侪人信主，我需要较侪人来认捌主，较侪人来经历主的疼，迄个叫做神圣的无满足感。有真侪兄弟姊妹欢喜服侍来教会，欢喜来为主做工。你想讲伊较足影响，伊的时间真多，是毋是？毋是啦，是因为伊有迄种对心底圣神所激动的激发出来，这个神圣的无满足感。他们讲咱的教会那敬拜赞美，咱更较热切；咱的祈祷更较有声，咱的礼拜更较荣耀主。我服侍就感觉足有价值。我来关心会友，会友伊知影主的疼，这款的神圣的无满足感来激发伊一遍搁一遍，欢喜搁来做。落雨天嘛来，风台天嘛来，教会的工拢无提示。
这叫做心性的无满足感。兄弟姊妹，你有去经历这款为主来做这款心性的无满足感，是因为你知影这些事拢是上帝的应允甲祝福。迄付出毋是白白去的，像放水流的，毋是对空气咧喷风的，这个拢有上帝奇妙的应允。所以你咧做，咱叫做迄个价值，因迄个价值，互你欢喜拼命来做。当19世纪出名的这个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这约翰卫斯理，咱知影讲，咱知影这个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就是伊所创设的，卫理公会就是伊所创设的。伊伫这中间呢，伊为着要较侪人来信主，来传福音伊安怎讲呢？伊写87岁已经年老伊爱要全英国、全欧洲的人信主，伊就甲一位亚历山大麦德写一张批，这段话成做伊一生上宝贵的一个宣告就对了。伊讲，请派互我100位，除了罪以外，什么拢唔惊；除了上帝以外，什么拢无爱传道人。我意思讲若有100个这款的人，成做我的同工，我就感觉这项代志所做的超过咱所求所想的。约翰卫斯理讲，因是平信徒，也是神职人员，拢无所谓。伊讲这款除了罪以外拢唔惊，除了上帝以外，什么拢无爱传道人。这款的人就会拍破地狱的门，就会当建立世上上帝的国。兄弟姊妹，什么款的人，100个人我当做这个代志，就是这定心性无满足感的人。兄弟姊妹，咱世间有真多事要追求，真正追求不了。咱为人各行各业拢有真好的成就，但是基督徒伫咱的一生的过程中间，有甲上帝的工。有甲传福音看作是一个你永恒追求的事无？这永恒追求的事是知影讲，我才是建立伫天国的资产就对。我带人得救，有灵魂得救，有加一条灵魂入目主，这是我伫世间任何的这个功劳，任何的这个价值，拢袂当超过这个，因为这个是一条生命，一条灵魂。那兄弟姊妹，所以保罗讲，我若无传福音，就有在意什么意思？表示保罗甲传福音看去，甲伊的生命同款重要，甲传福音看作比生命较重要。第4项，因为基督的疼来激励咱，耶稣基督的疼催逼咱。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因为基督的疼催逼阮，疼会催逼咱你个亲像感觉讲静静袂使，改成有一个气力在甲我杀，无做改成挡袂牢，爱做安尼。所以，咱信耶稣得救，毋是有条件，也毋是会当夸口的所在，拢是上帝恩惠甲慈爱。兄弟姊妹，你会感受到讲，你今仔日有这款的迄个场面，还是讲你今仔日有这款现在现象，你有感受到讲上帝予你偌济恩典无？当你感受到讲这个恩典的时阵，迄个疼激励你，予你欢喜出来服侍，予你欢喜看见有人佫伫罪中间，也是讲有的人因为毋捌主所以心灵真空虚，感觉人生的价值无法度通发挥出来，感觉人生无什么意义。你看见你的厝边头尾，你看见你的同事，你看见你的朋友，看见你的客户，看见你熟悉的人，看见你的同学，你感觉讲，伊的能力袂歹呢，伊的恩赐嘛真多，但是来咱信耶稣，毋知偌好。当咱有这款的催逼，是因为耶稣基督疼咱感觉这个疼我无分互别人足可惜的，我若会当甲别人做伙领受这个福气，毋知偌好的。就亲像咱兄弟姊妹，你伫
伫咱的台南有甚物款好食的小吃，你嘛感觉哦，这好食，赶紧来，无食无菜安尼，你会小可甲人报啊。啊，什物所在有好物，你嘛会甲人报啊。啊，基督的听激励咱，互咱欢喜分享，欢喜甲人做伙来领受。虽然咱能力不足，咱感觉讲哎，我做吼，哎哟，毋知会好势袂安尼哩哩啦啦吼。但是哦，基督的听激励我啦。所以我就会当参与团络因的工作。意思是，当你软弱的时阵，当你软正的时阵，你拢会先想讲啊，这我无法的呢，这我吼做袂到啦，要安怎？但是吼，若有耶稣基督的听，当咱的长老、牧师邀请你来做这样事的时阵，你先想讲，到底是我会晓做才来做，还是讲耶稣基督的听激励我，啊，我就会当做。啊，咱的这个幸福小组有一句话真重要。幸福小组咧推动的是讲，伊讲我唔免伤厉害，已经厉害才来做啦。我若有做就会厉害。什么意思？这是上帝听咧激励咱。耶稣基督激励你的时阵，你服侍就开力。你无论是小组内底，无论是咱教会各项的侍奉团队内底，无论是咱这专业的服侍，甚至敬拜团啊。圣歌队啦，吼，各种的事项顶面，请会记得，唔通先看家己的有甲无啦，是先看上帝有偌济听互你。上帝若听互你吼，啊一个新手妈妈嘛，照顾囡仔照顾我足好，对毋对？啊若无心吼，迄保姆是毋是足极？保姆吼是技术上好的，照顾囡仔上牛的，啊伊都无心啦，啊囡仔掠来拍呢，吼，掠霸凌呢，啊煞互掠去关呢。什么意思？是呢，耶稣基督的听有激励你无？你有去担着耶稣基督的听无？最后一项，以主甲咱开门。若无主甲咱开门，咱所做的拢假就对啦。哥林多后书2章12节，我去狄罗亚传基督的福音的时阵，主已经甲我开工作的门。狄罗亚有主开门，吼，所以。咱有真多代志，咱都尽力去做就好。咱看去150年来吼，咱台湾有一波一波传福音开阔的时阵呢，啊嘛有一站吼，啊开始教会拢无啥物变化，拢无啥物进展，感觉讲啊，咱都是加做的啦，牧师嘛加做，长子嘛加做，教会都是人5当前嘛，遮个人啊10当前嘛，遮个人，感觉讲啊，足心情啊，足袂轻松，足袂快活。但是咱感觉想讲。主啊，请你开这个福音的门。咱知影讲，对2000年了后，咱台湾这个岛屿吼，产生真侪微妙的变化。特别是甲主亲近的人，你会理解到，圣神咧拍开台湾福音的门。有真侪你感觉无可能的事，拢咧发生。有真侪你感觉讲啊，卡那个团伊都无可能信主的人，伊已经信主，甲你见证讲，我已经信耶稣啊呢。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我伫朋友迄款。足偏僻的所在，迄吼要信耶稣，迄难度更较悬，无拍算。有人来台湾，有人引出来信主啊，倒等于阮朋友伫遐咧做见证。有诶是已经做过庙里的迄个主委啊，就是老大董事长就对啦。啊，负责起庙，哇，迄间庙拢伊起的，朋友七米上大间的庙伊起的呢。但是上帝先引出因查某囝信主，等来传福音互伊，伊进来教会咧做礼拜。所以真多的事，当主开咱的门了后，上帝讲就开始。我兄弟姊妹，今日世界还阁有真多所在，福音的门是关的，是关掉的。咱看见全世界回教、佛教、共产国家，迄个门拢关掉的。顶日咱拄仔拢有接触到2个牧师，阮听到心内真毋甘嘛，真感动啦吼。咱看见迄个王静乃牧师去布吉那所传福音迄个吼，伊讲伊袂使用牧师的身份呢，因为伊有迄个医疗背景，所以伊讲伊是代表台湾的这个啊，确实健康医疗的人员去迄个所在，所以即阵哦，带5、6个迄个当地。吼，遐优秀的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准备要甲伊训练做耶稣的门徒。啊，
啊，因为迄医生伫社会地位真悬嘛，影响力就真大。所以用这个方式在传福音呢，伊袂当公开用伊的身份来传福音呢。啊，所以伊用这个方式在做工。啊，所以咱教会伫几礼拜前，大家听到伊的见证哦，足侪人啊，拢甲伊支持咧吼。啊，咱教会本来是讲，咱会友吼加减奉献，咱教会咱佫甲伊补互伊填就对啦。啊，无想讲咱会友奉献哦，比咱原来的计划佫较济啊。表示讲大家拢受感动，知影讲伊家己一个伫遐单打独斗。啊，若咱对伊后勤甲帮助。啊，佫咱伫几礼拜前有邀请王义乐牧师来咱遮做特会培灵圣神的做工。啊，你咧私下甲伊开讲的时候，听到贾牧师讲，伊有听到伊讲到一项事，心内真毋甘啦吼，因为伊伫中国的所在，伫传福音，伫训练遮的门徒，但是拢无法度公开，所以伊必须都要改名呢。伊平常时伫脸书啦、FB 啦遮个物件写的名，拢人查都查会到呢。伊完全用一个新的名，因为无要伫顶悬暴露出任何的消息，因为愈无出名愈好啊。啊，若像张茂松牧师啦，啊像即个灵粮堂遮个牧师迄拢免去中国啊，迄一个去是互人涨着啊，啊你连讲都无法度啊，一定讲变做一个无名小卒，然后去培训遮个基督徒。也因安尼呢，有一摆为着秘遐公安来搜查啦，啊因遐在地人讲可能伫这窗跳落去，啊像保罗甲彼得因安尼啊，讲跋一个骹受伤足久，医疗足久。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伫台湾这个岛屿，福音的门是拍开的，只要有心，有耶稣基督听吹逼，你就会当对任何人来传福音。所以咱袂当失去这个时机啦。唔知影什么时阵门会关掉呢？最近咱定听，因为政治足乱咱有听到些少年人讲一句话。讲亡国感很重，毋知你捌听过无？亡国感很重，我较想的是较惊是讲，咱即马连传福音都袂使传，要安怎？咱这自由的社会会当骂总统骂啥货，大家佫毋甘愿，佫无满足，无是要安怎？然后一天福音的门关起要安怎？咱都爱为着即个国家来守望。咱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伫咱台湾这个岛屿宣扬的门拍开来守望。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下晡有要邀请去年参与伫幸福小组这兄弟、这同工来组织，因为咱对8月后个月就开始要组织啦。现在有的牧区已经开始在调集，什么人要做副长，什么人要做组员，都一堆开始咧备办啦。因为这个门拍开，你无好好把握，哇，这个机会流失去就可惜啊。因为这幸福小组毋是讲开了人就来呢。我一开始想讲，我有甚物款的朋友，我有甚物款的客户，我有甚物款的厝边，我有甚物款的同学，我开始为伊祈祷。毋是讲你办落去代志就来安尼，是一个熟练的精神的工作。所以咱下晡要开始做一个这个讨论会，咱要开始组织，咱要检讨看较早咱所做的有甚物款会当改善的所在，要互相来激励。咱8月开始组织培训，9月要开始正式来推展。兄弟姊妹，咱小等下要请咱的瑞平传道来讲起伊去参加这个韩国地选的一个上新鲜的经历，因为迄顶礼拜他转来尔。所以牧师头前讲这的圣经的教导，然后要请瑞平来分享伊所得到的见证。我希望咱的教会，大家人拢有一个共同的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无分你我，无分老人少年，无分任何人。咱富强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要带人归主，领受这个恩典甲福气的教会，唔免想什么能力，有圣神的催逼，有耶稣基督的听来激励，你就会得到。所以即阵唔知瑞平准备好未？会使来咱拍拍欢迎伊来分享，在后壁面第二阶段。
安尼阿西哦，哎哈哈，阮伫韩国顶礼拜，我进前诶，实习教会新丰教会做伙有8天去韩国宣教诶机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诶经验。特别是阮是台湾人，实际上阮袂晓讲啥物韩国诶语言，所以阮要去诶时阵，对阮来讲是一个足大诶挑战，因为我毋知要安怎和因安怎甲因传福音，毋知要安怎来甲因讲上帝诶即个福音。这个đoàn宣诶，这个营队已经为今年已经是第8届啊。为韩国诶三一教会，伊开始为8年前开始邀请台湾诶同工，邀请台湾诶教会会当做伙去到韩国，甲因做伙去做宣教诶，这个宣教诶团队做伙去做宣教诶活动。实际上，韩国的三一长老教会，因伫20几冬以来，嘛一直派因的宣教队来到伫台湾，伫服侍台湾的正教会。特别是非常侪长老教会，因来到台湾侪长老教会，特别伫乡村的所在，因伫遐服侍遮的长老教会会友，嘛伫遐传福音。所以，这个有机会会当去韩国学习，嘛去韩国去看，这个韩国教会，这个韩国人。因是安怎伫传福音的？我要先为教会地下室的餐厅一个解药开始讲起。这间教会是一个非常大间的长老教会，有15000人，伊伫韩国的首尔，伫个市中心。这间教会不止接待因会友尔，伊嘛接待遮附近送乡的人，会当来到因的教会，会当做伙和因食食。因的教会伫地下室有一个餐厅，这个餐厅为早起、中昼时也是暗时，拢随时准备好这个饭菜，不只互因的会友通食，嘛互遮附近需要的人来食。伫第2天的早起，阮遮的为台湾去的同工，阮伫遐食早顿的时阵，忽然间听到一个人伊伫边仔大声在喊，阮听无伊在讲啥，因为是讲韩国的话。结果和阮做伙，迄个韩国牧师伊翻译互阮听，伊讲，这个解药，伊咧讲的是，伊咧讲世界末日啦，这个世界无希望啊！我一个人，啥物物件拢无啊，我毋知我会当去对。为这人伊所讲的，伊所喊话的，伊咧讲一件代志，伊找无伊生命的中心点，伊找无伊生命的焦点是啥？所以伊感觉伊的生命已经无希望啊，伊感觉伊的生命已经要结束啊。所以咱会当想，咱可能伫咱的四周围，可能无一定会拄着亲像安尼的人，但是伫咱的四周围，咱的朋友、咱厝内的人，也是咱可能有熟悉的人，因敢有咧讲出安尼的喊话咧？我拄仔讲这间三一教会，韩国的三一长老教会，因为3个异象。特别是第3个，伊讲伊爱用宣教来成做世界的厝边的教会，这是因一个足大的异象。所以因伫逐冬的时阵，伊拢派非常侪的人去到海外，不止伊伫因韩国会过来咧宣教，因伫每年的暑假，伫热天也是伫寒天的时阵，伊拢会派宣教队来到伫台湾。特别伫这届。因是为韩国的首都首尔去到伫因较乡村的所在，因的迄个叫做东海江陵的所在。迄个所在若塞车爱塞差不多3、4点钟才会到的所在。迄个时阵，迄个所在是非常的庄卡。迄个时阵，迄个所在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虽然讲伊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但是伫迄个全部迄个地区，嘛有大概住了40万人伫遐。但是40万人伫迄个所在。只有大概是15000人有信主，大概是4%尔。所以伫迄个地区有非常侪人还未听到福音，有非常侪人佫毋知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好消息。阮伫出发之前，阮有2天的时间拢咧练习韩语，咧练习韩国话，要安怎甲这个韩国人传福音。实际上，当我转来台湾以后，我已经袂记住啊。当我伫甲遮个韩国的阿公阿嬷讲的时阵，我嘛讲甲非常的烂，我毋知我咧讲啥，我就摕咧这对咧念，有注音我对咧念。
但是我感觉到虽然讲因敢听有着，但是嘛佫感觉听无的中间，无形的中间，因敢嘛在慢慢在听这个为台湾来的人，伊在讲啥物件。这是我去服侍的迄间教会，这间教会看起来非常的水，看起来非常的大。实际上，这间教会只有29个人在聚会。这间教会伫这个地区已经徛起10栋啊，但是10栋过去，嘛是敢若有29个人伫遐聚会。迄个牧师伊分享讲，伫遮服侍真正是足孤单的，因为遐久的时间拢一直只有29个人。伊讲看到阮台湾同工去陪伊做伙宣告，伊讲足欢喜的。但是是啥物物件会当互伊继续伫遐宣告？啥物物件是会当互伊继续伫遐10栋继续拍拼？就是因为心中有对上帝迄个热情，伊对上帝有迄个宣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热情。这是和我做伙团队的遮的韩国人。阮这个为台湾去有77个同工，为台湾各所在的长老教会同工做伙去。阮遮77个台湾去的同工，阮分做13组。所以，阮这13组佫分去因韩国教会的小组内面，下面做伙去传福音。我的这个小组较特别，大家人看到拢是一寡长辈。所以我的韩国的袂晓啥物讲，我惊讲安尼啊，西欧和看啥物达尔。对这长辈来讲，要含伊讲英语嘛是足困难的，所以阮足侪时间拢是比手画脚。但是伫遮的长辈的生命中间，我看到因安怎用心在服侍遐个教会，安怎在用伊的生命在宣告。上边啊，迄个是迄间教会的牧师，就是我讲伫这所在已经服侍10档的迄个牧师。这是阮带去的物件，要去传福音的礼物。咱能看到这个韩国教会，因在准备这个礼物是非常的用心。因将我讲这个所在拢是较乡村的，所以长辈较侪，所以因着准备礼物啥，因准备遐个酸痛贴布，准备袜啊，准备一寡会当互因穿的物件。所以因送的礼物是安尼，因着遮，阮第一天去到这间教会时，阮着咧包装这个礼物，阮咧包装这要送互人的礼物。然后阮就开始出发去街头去传福音，而且第一天阮去的时阵，佫是落大雨。迄时我咧想讲，落大雨要安怎传福音？街头应该是拢无人啊，安尼是要安怎传福音呢？而且我咧出发时，我想讲，伫台湾咧传福音，咱拢爱做足侪准备，拢爱有非常好的信用的，爱足侪信用的物件，爱想讲要安怎甲别人讲，要安怎甲人讲我的见证。要安怎甲别人讲这个好消息是啥？但是当我去到这个所在时，我啥物语言拢袂晓讲的时阵，我要安怎甲别人传福音呢？这是阮伫包装，阮伫包装遮我讲的酸痛贴布，阮遮的礼物。当我要开始讲，我要去街头宣告进前，看这个相片，我爱先讲，伫韩国非常的特别。咱看到边仔有3个囡仔，虽然伊手中摕的是科学面，这是阮早起的礼物，因非常爱食。韩国的教会非常的特别，因要出去宣教的时阵，因拢带因的囡仔做伙去，因家囡仔做伙带来去做伙服侍。你看，遮细汉的囡仔，因规个家庭就做伙带出去服侍。因这个宣教的心是对因囡仔细汉的时阵，就对咧爸母做伙出去宣教。咱可能想讲囡仔出去伫遐吵伫遐哭，无法度会当做啥。但是因伫这无形中间，因嘛在看爸母安尼在宣教。咱有时阵咱可能想讲带囡仔足麻烦的，咱可能想讲带囡仔爱款遮的囡仔就无法度啊，就足无用啊，要安怎宣教？但韩国遮教会遮的会友，因是带因的囡仔。带因厝内人做伙来宣教，而且因规礼拜8天的时间，因拢请假。因家己原本的工作先放落，家己原本会当放的假拢摕来请假，就为着要宣教的这个事工。所以伊是全家做伙，不管伊的年纪是偌济，拢做伙来宣教。所以，阮就开始去街头传福音。这是第一天翕的，因为第一天落雨，无法度摕相机出来。
我看这韩国的同工，伊无讲足济话，有时阵咱咧想讲团员爱讲足济话，爱甲别人讲耶稣是啥，这福音有偌好，我的见证是啥？但是无，我看到这韩国同工，因只是甲这礼物摕互因，然后甲讲欢迎你来教会，甲讲耶稣疼你，就安尼尔，然后就离开，开始去拜访后一个人。这互我一个不晓讲韩国话的人来讲，我看到一个无共款的方法，咱有时脑中想讲一定爱讲足济话，迄较叫宣教，一定爱来教会，安尼较叫宣教。但是因无，因只是单纯的邀请，将礼物互遮的人，然后邀请因来教会。有时咱会甲宣教想讲非常的复杂。但是有时阵宣教就是遐尔简单，遐尔单纯，只是咱敢有愿意去甲别人讲。然后阮将遮个礼物分出去了后，会隔工，我讲阮邀请遮个乡村遮个长辈来到教会，阮伫遐办一个欢迎会，欢迎遮所有的长辈来到阮的教会，做伙来食食，做伙来唱歌，做伙来耍游戏。我讲，阮这组有非常侪韩国教会的长辈，所以因就煮因韩国当地的好食的物件，人参鸡，泡菜，哇！因就看遮好食的，互遮的乡村的遮的长辈伫遐食。伊嘛上边仔迄张嘛是伊就含遮的长辈含因生做伙，而且非常特别的是，因的年纪是差不多的呢，因的年纪是差不多的。因竟然会当放下家己的年纪，放下家己的身份，含遮服侍人做伙，就敢若亲像因家己厝内的人共款，亲像因的朋友共款，就敢若因熟识足久啊。因就伫遐做伙唱歌，做伙食食，做伙熟识，嘛顺续介绍因即个好的信仰。伊嘛伫遐耍游戏，伫遐耍宾果，遐我看遐长辈嘛耍啊足欢喜的。我嘛有唱歌，嘛有表演。然后呢，下晡阮创啥？下晡阮为遮的老人为伊按摩，为伊抓铃、涂指甲油，帮伊剪头毛，帮伊电头毛。帮伊敷面膜，有无？不过帮伊敷面膜，一个倒伫遐，我帮伊敷面膜。伫遮就拄啊好因坐伫遐电头毛无法度叮当，伫遐敷面膜无法度叮当的时阵，摕因伫倒。就伫遐，阮每一个为伊一个服侍。韩国的同工就趁迄时阵，甲因讲搁较侪福音的代志，为因祈祷。啊，阮台湾的同工就继续一直甲订，一直甲订，一直甲订。所以看韩国的同工，因就趁这个时阵，因倒来咧敷面膜时，就甲手压，甲手抓，为伊祈祷。边仔嘛有韩国的同工，趁阿嬷倒伫遐，伫遐歇困，伫等面膜的时嘛，陪伊倒咧，嘛陪伊倒咧，毋是坐伫边仔尔，是陪伊倒咧，伫遐含伊讲话，就亲像伊的朋友共款。伫迄个时阵，有一个韩国的同工邀请我嘛为其中一个阿嬷来祈祷。我甲迄个韩国同工讲，我袂晓讲韩国话，要安怎替伊祈祷？伊讲不要紧，你用你的国语，还是用你的台语来替伊祈祷就好。我讲，但是伊听无啊。伊讲不要紧，伊讲无论你用什么语言，上重要是你迄个心，是你要为伊祝福的心。是你要甲伊传达上帝福音的迄个心。所以，当下我头前咧讲，咱感觉足困难的，我袂晓讲遮个语言，我含遮个文化拢无共款。但是上重要是咱迄个宣教的心，咱安怎用你所领受到上帝互你的迄个热情，去别人来传达。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阮去到韩国的军队，
我原本要你去韩国的军队，想象韩国的军人应该拢生啊足缘投，因为看迄韩剧拢生啊足缘投。结果离去看起嘛，和我差不多尔，啊。我嘛有机会去到韩国的军营去宣教，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我原本想讲去到军营宣教的时阵，爱非常的严肃，袂当学白跳舞，袂当学白唱歌，袂当带因做游戏。结果无，阮去到这个军营时，阮炸着披萨，炸着可乐，阮伫遐坐落来，韩国的东港就下面开始在开讲，开始下面咧国福音。开始咧替因祈祷。阮台湾去的东港无法度伫遐来下面开讲，所以阮就一开始阮就跳舞，阮阁有唱歌，来互遮韩国的军人来看，因为非常的欢喜，摕着阮准备的礼物。所以因咧宣告，因无咧管对象是啥，因无咧管因的年纪是啥，因无咧管因的年龄是啥，伊嘛无讲文化是啥，因知影宣告就是爱一个奉献的心。因面对着无共款的人，面对着无共款的处境，因知上重要的是迄个上帝放伫因心中的热情。互大家看者，这就是我迄组遐个妈妈因煮的韩国的料理，非常的粗糙。这是阮迄组全部我讲的做伙去到迄间海边的教会宣教的遮个同工。这是阮这届77个为台湾做伙去全部长老教会的同工，有非常侪长老教会牧师带着因的青少年，带着教会同工做伙伫韩国遐学习。其实这届讲要去韩国做宣教，实际上若是讲我宣教着啥，其实无，因为我不要讲韩国话啊，我毋知要安怎继续下面讲。但是伫这届的宣教，我发现是遮个韩国教会咧对我宣教。我看见伫因的生命中间，伫因的教会中间，安怎咧对待因身躯边遮需要福音的人。因是安怎咧奉献因的金钱，奉献因的性命，奉献因的才能伫迄个所在。大家敢知阮台湾的同工去伫韩国，阮除了机票钱以外，剩的钱拢是三一长老教会替阮出的。因是用安尼奉献的心在接待阮。因这届全部的费用，因这届全部因韩国900几个宣教队的人的费用，嘛是拢因教会支出的。所以咱看伫因安尼奉献的心，因那热情的心，单单就是为着宣教尔。因奉献一切，因无计算任何的代价，因就是单单想要服侍，想要单单想要来为着这个宣教来奉献尔。最后要分享几个我伫这个宣教所领想到的代志。伫韩国的教会非常的特别，因任何人，不管因年纪轻，还是遮个长辈，因到教会还是到要宣教的一开始，因第一件代志，拢是先坐落来祈祷。因拢先坐落来祈祷，祈祷了，才开始因其他的动作。当咱祈祷的时阵，上帝就咧做工。咱若是袂记去祈祷的时阵，往往拢是人在做代志。而且嘛，还是着信仰的生活，也是宣教的生活，是伫咱生命中间的无可能去拄着耶稣。我讲我要去宣教的时候，我不要讲任何的韩国话，我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我讲我伫这届的宣教中间，伫我认为无可能的时阵，我嘛拄着耶稣。我看见韩国教会遮个人，韩国教会遮个会友，因安怎用热情的心志在服侍，嘛，互我搁一届拄着耶稣。然后就是宣教，就是一个奉献的心。我所讲的不只是奉献。这金钱是奉献你的性命，
奉献你的才能，奉献你的一切，单单为着耶稣基督这个好的消息。最后嘛是我一开始在讲的，任何代志拢是用祈祷开始，用祈祷来结束。最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若是有人问你讲富强教会伫地，你会安怎回答？通常咱足紧可能拢会回答讲伫东门路3大我袂记几号啊好。通常足紧拢会回答出地址，但是咱敢有想过，富强教会当人伫甲你问的时阵，敢有一天你的回答是讲富强教会就是我？咱有时阵别人问讲富强教会伫地时，咱拢是讲一个建筑物，讲一个地址，但实际上富强教会就是我。咱就是迄个宣教的出口，咱就是迄个福音的出口，咱就是迄个互人受到别人祝福的迄个出口。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成做迄个宣教的出口，成做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当佮有人问起你讲富强教会伫地的时阵，咱会当大声甲别人讲，我就是富强教会，我就是迄个宣教的出口，我就是迄个祝福的出口。感谢大家。先感谢这篇传道，伊要去赴任8月初开始，上帝予伊先一个职前训练，吼！我看真侪毕业生拢走去佚佗、去度假，准备要开始工作。上帝予咱的这篇传道，伊去到韩国的所在，实际第一线来做操练。啥物教会，无说伫高雄的时代度。看见真侪乡村的教会，因逐年拢派真侪大专生来，因嘛是甲做篇共款，不要讲咱台湾话，但是伊就是用疼、用关怀来引带人入捌主。即个拄则牧师所讲的即个主题，为着福音的缘故，我希望咱真正是学习，当咱表达咱是富强教会的信徒的时，你就是富强教会，而且你是为主咧传福音的。